港鐵西港島線預計喺2014年啟用，咁其中香港大學站嘅隧道爆破工程絕大部分已經完成，進入建造永久結構嘅工序。由鄭瑩帶我哋去睇下。深入地底70米，呢度就係興建中嘅港鐵西港島線香港大學站。站入面其中一條行人隧道已經完成，開石爆破之後，經過打磨，已經睇到光滑嘅隧道壁。中間呢個馬蹄形鋼帽作用係將石屎固定，利用鋼帽代替傳統木板，工程唔單止快好多，仲可以循環再用。行車隧道入面長身嘅鈎係用嚟掛消防喉同埋通訊電纜，將來喺列車入邊打電話就靠晒佢。站內好多石屎底板、垂直主體都已經做好，已經睇到月台嘅雛形。呢個出口將來可以直通港大8週年校園。香港大學站係目前港鐵網絡入邊體積最大嘅山洞式車站，大約有35個標準泳池咁大，而且離地面薄扶林道仲有70米咁深添。建造一個咁巨大嘅車站係好龐大嘅工程。西港島線土木工程項目經理黎惠廉就話：建造期間要克服好多困難。That's a challenge in itself, but more for the ventilation, for getting the logistics of getting people underground. Normally, the deeper you go, the rock gets more competent. So sometimes it's a little bit easier, but it really depends on logistics. Logistics is our biggest problem. Normally there's around about 600 people working on this particular project. 全程長3公里嘅西港島線，目前整體工程已經完成咗57%，預計2014年啟用。而香港大學站嘅工程預計2013年3月就會完成。鬧寬頻電視記者鄭瑩報導。